Hello，大家好，我係外賣仔，歡迎嚟到我頻道。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留言、訂閱、點讚。未訂閱嘅朋友，俾個機會我訂閱我啊！亦都可以用每個月嘅10蚊做我個會員，作為對我嘅支持。多謝大家。香港電影之所以能夠橫掃華語影壇，甚至乎係遠播海外，全靠幕前幕後無數熱血嘅電影人嘅堅持。我呢個節目會專門同大家深度拆解嗰啲曾經喺香港電影金像獎殿堂上邊捧過獎座嘅導演同埋頂尖演員，由佢哋嘅血淚生平、幕後秘史講到令到佢哋登頂嘅代表作。想知道呢一班金像猛將點樣喺光影世界入邊殺出一條血路，記得鎖定我嘅頻道。今集我哋要講嘅呢位猛將，可以話係華語影壇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獲得最多影后殊榮嘅女演員。佢攞過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4屆金馬獎影后，更加係第一位同時包攬柏林影后同埋康城影后嘅華人女星。佢就係 Maggie 張曼玉。講起張曼玉，好多人而家就會叫佢做萬神啦，覺得佢舉手投足都係充滿住氣質，係演技嘅教科書。但係若果你翻開佢人生嘅第一頁，你會發現佢嘅起點其實係同演技完全扯唔上關係。1964年9月20日，張曼玉喺香港出世。8歲嗰陣，佢隨家人移居去英國嘅肯特郡。喺英國長大嘅 Maggie，少年時期係過得並唔算係特別順遂，父母離異。佢喺學校作為少數嘅華人面孔，亦感受過文化差異同埋孤立。16歲嗰陣，佢曾經喺英國嘅童裝店做過售貨員。當時佢嘅夢想其實係好簡單，只係想成為一名髮型師。1982年，18歲嘅張曼玉同媽媽返嚟香港度假，喺街頭被星探發掘，開始兼職做模特兒。1983年，佢決定參加香港小姐競選。當時嘅 Maggie 正值係青春無敵，有一對可愛嘅兔仔牙同埋 baby fat， 憑住一股洋化率真嘅氣質，佢一舉奪得港姐亞軍同埋最上鏡小姐，順理成章簽約 TVB， 正式踏入娛樂圈。簽約 TVB 之後，無線對呢一位新科港姐係極度重用。1984年，Maggie 參演咗佢人生第一部電視劇《畫出彩虹》，飾演女主角殷翠兒。佢喺劇中活潑自然嘅表現，吸引咗當時啱啱好想揾新演員嘅王晶，促成咗佢第一部電影《青蛙王子》嘅誕生，正式開始雙棲發展。而喺 TVB 期間，Maggie 最具代表性、最深入民心嘅電視佳作，絕對係1984年嘅《新紮師兄》。喺戲入邊，佢飾演謝永之，同梁朝偉飾演嘅張偉傑合演情侶。兩個人喺劇中清潔嘅互動同埋感情波折，係牽動咗全港百萬觀眾嘅心，成為80年代最經典嘅熒幕情侶之一。除此之外，佢喺 TVB 亦都同張國榮合拍過《武林世家》等嘅劇集。雖然 TVB 嘅電視作品令到佢爆紅入屋，成為家傳戶曉嘅當紅小花，但係電視台嘅流水線拍攝模式，加上大眾對佢嘅印象始終係停留喺青春可愛、靠樣食飯，令到 Maggie 漸漸感受到演藝事業嘅樽頸。去到1985年嘅前後，佢決定將工作嘅重心全面轉移去大銀幕，正式進軍電影圈。啱啱全面進軍電影圈嘅張曼玉，喺觀眾同埋電影評論界入邊，依然係一個好靚可愛，但係唔識做戲嘅花樽。當時嘅港產片市場流行功夫喜劇同埋商業大片，女主角大多只係需要負責扮靚尖叫同埋俾男主角救。一連接10幾部戲嘅 Maggie， 甚至被媒體係封為張一打。喺呢個時期，佢進軍電影圈最具標誌性同埋代表性嘅商業大作，就係同成龍合作嘅《警察故事》系列。喺《警察故事》中，佢飾演由成龍飾演嘅陳家駒嘅女朋友阿 May。呢個角色雖然性格係有少少莽撞同埋嬌嗲，但係張曼玉喺拍呢部戲嘅時間，展現咗極高嘅敬業精神同埋想要擺脫花瓶標籤嘅決心。當時成龍拍戲係出咗名玩命，而張曼玉當時作為一個新人女演員，喺拍攝一場工廠爆炸飛車場面嘅時間，竟然拒絕使用替身親自上陣，結果喺拍攝過程中，佢被重型鋼架意外擊中，頭破血流送院，仲縫咗好幾針。成龍喺後嚟嘅訪問度讚賞過 Maggie，話原本以為呢個港姐只係嬌滴滴，
點知佢係比好多男演員仲要肯搏，仲要捱得。警察故事系列嘅第1到第3集大賣，令到 Maggie 迅速開拓咗全亞洲嘅知名度，亦都證明咗佢唔係一個只係可以做花瓶嘅明星。但係大眾對佢嘅印象依然停留喺成龍身邊嗰個花瓶阿 May。連哥哥張國榮當年接受訪問時都好坦白咁評價過 Maggie， 話佢真係好靚，但係啱啱出道嗰陣嘅演技真係好清潔，帶有誇張嘅成分。Maggie 自己心入邊好清楚，若果一直只係靠樣，喺娛樂圈嘅壽命好快就會完結。佢需要一個伯樂，需要一個能夠敲醒佢演技靈魂嘅人。而呢個伯樂喺1988年終於出現咗，佢就係王家衛。1988年，王家衛執導佢人生第一部電影《旺角卡門》，揾嚟劉德華、張學友同埋張曼玉主演。張曼玉喺戲入邊係飾演由大嶼山嚟到旺角暫住嘅表妹阿娥。喺旺角卡門之前，張曼玉拍戲只係靠反應，導演叫佢笑就笑，叫佢喊就喊，反應係好表面。但係王家衛嘅拍戲方式係完全唔同，佢唔俾明確嘅劇本，只係引導演員去感受角色嘅內心情緒。Maggie 喺後嚟嘅回憶講過，係王家衛啟發咗佢。佢話以前拍戲只係肢體動作，喺拍《旺角卡門》，我係第一次明白到演技係需要由內心出發，去感受嗰個角色嘅呼吸同埋痛苦。喺《旺角卡門》入邊，Maggie 眼神係充滿咗純真同埋不安，同劉德華喺電話亭嗰場深情吻戲震撼咗所有嘅觀眾。佢擺脫咗以前誇張嘅肢體語言，用極其自然、細膩嘅眼神傳遞愛意同埋無奈。呢部戲令到佢第一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提名，亦都正式宣布張曼玉開咗竅。開咗竅之後嘅 Maggie 演技一發不可收拾，去到1989年，佢迎嚟咗演藝生涯第一個獎項大爆發。首先係1989年嘅《不脫襪的人》，呢部由陳友執導嘅時裝喜劇，張曼玉飾演一個生活喺60年代嘅香港，貪慕虛榮但係心底善良嘅黃小姐。Maggie 將一個小人物想向上爬嘅虛榮，喺感情入邊嘅掙扎，演繹得係極具層次同埋喜感。呢部戲成功幫佢捧就咗人生第一個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喺同一年，佢仲參演咗關錦鵬執導嘅《人在紐約》，佢喺戲入邊飾演一個喺紐約生活、性格精明幹練、喺商場打拼嘅香港移民女性李鳳嬌。Maggie 同司琴高娃張艾嘉同場鬥戲，毫不遜色，將香港人喺異鄉生活嘅掙扎同埋強悍演繹得入木三分。呢部戲亦都為佢攞下咗人生第一座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喺短短2年之間，由被嘲笑嘅花瓶變成金像獎金馬獎雙料影后。張曼玉用實力向所有人證明咗佢嘅蛻變。若果話80年代尾係張曼玉嘅開竅期，咁90年代初就係佢正式邁向華語影壇嘅神壇。首先不得不提嘅係1990年王家衛嘅經典作品《阿飛正傳》，張曼玉喺戲入邊飾演嘅售票員蘇麗珍。呢個角色沉靜溫柔，但係堅韌。戲入邊最經典嘅一幕，莫過於張國榮飾演嘅旭仔對住 Maggie 講出嗰句傳世名言。喺1960年4月16號下午3點前嘅呢1分鐘，我同你係喺一齊，因為你，我會記住呢1分鐘。Maggie 喺戲入邊將嗰種被拋棄之後嘅落寞心碎，以及試圖保持住尊嚴嘅壓抑，係演繹得令人心痛。蘇麗珍呢個名亦都成為咗張曼玉電影生涯入邊最重要嘅符號之一。去到1991年，張曼玉迎嚟咗佢演藝生涯第一個巔峰作品，由關錦鵬執導嘅《阮玲玉》。要演活一個喺30年代中國默片傳奇嘅巨星阮玲玉，難度係極高。阮玲玉一生悲慘，因為人言可畏，最終喺25歲選擇自我了斷。Maggie 喺拍呢部戲嘅時間，係將自己完全融入咗阮玲玉嘅靈魂入邊。佢換上旗袍，舉手投足之間，係盡顯東方女性嘅優雅同埋哀怨。戲入邊嘅阮玲玉面對媒體迫害同埋情感背叛時嘅絕望眼神，
係被 Maggie 演繹得精準無比。呢部戲唔單止幫佢再次橫掃金像獎同埋金馬獎影后，更加喺1992年嘅第42屆柏林國際影展上邊，幫佢奪得最佳女演員銀熊獎。Maggie 成為咗華語影壇史上第一位獲得歐洲3大國際影展影后嘅華人演員。呢個成就亦都直接將佢推上咗係國際影壇嘅殿堂。但係 Maggie 並非淨係識得拍沉重嘅文藝片。喺1992年嘅同一年，佢仲拍咗一部香港喜劇嘅天花板《家有喜事》。喺《家有喜事》入邊 ，Maggie 飾演極度狂熱嘅電影發燒友何李玉，佢同周星馳合演情侶，兩個人嘅喜劇化學作用係爆晒棚。最經典嘅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接吻名場面 ，Maggie 係完全拋開咗影后嘅包袱，係展現出極高嘅喜劇天分。呢種既能演繹極致悲劇阮玲玉，又能夠演喜劇家有喜事嘅申叔治瑜，喺當時嘅華語影壇幾乎係無人能及。去到90年代嘅中後期，張曼玉嘅演技已經去到返璞歸真、渾然天成嘅境界。1996年，陳可辛執導嘅《甜蜜蜜》上映，呢部戲被公認為華語愛情片嘅巔峰之作。張曼玉喺戲入邊係飾演廣州嚟香港打拼嘅李喬，同黎明飾演嘅黎小軍喺麥當勞相識，喺時代浪潮同埋現實逼迫之下離離合合。Maggie 將李喬嗰種精明堅強、希望成功，但係內心係極度渴望真愛嘅矛盾情感演繹得血肉豐滿。甜蜜蜜入邊有兩場戲係成為咗華語電影史上教科書級別嘅演技示範。第一場係曾志偉飾演嘅炮哥喺外國街頭被槍殺之後，李喬去到停屍間凝視，當警察將炮哥轉過身，俾個米奇老鼠紋身 Maggie 睇嗰一刻，Maggie 嘅表情首先係笑，然之後笑容僵硬，最後轉為眼淚崩潰哭泣。呢一個先笑後喊嘅轉折，將角色內心嘅荒謬、悲傷同埋對炮哥嘅心情係演繹得極致入骨。第二場戲係喺片尾嘅紐約街頭，鄧麗君去世嘅消息新聞播放緊嘅時間，Maggie 同埋黎明喺櫥窗前巡房，兩人相視一笑，盡在不言中。甜蜜蜜當年係橫掃咗第1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同埋第34屆金馬獎，張曼玉亦都毫無懸念咁再次斬獲雙料影后。喺緊接住嘅1997年，張曼玉參演咗張婉婷執導嘅《宋家王朝》，演繹歷史傳奇女性宋慶齡。面對呢一個嚴肅而且具備歷史重量嘅角色，張曼玉收起咗以往嘅市井氣，展現出母儀天下、沉穩大氣嘅高貴氣場。而呢部戲亦都再次為佢帶嚟第1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喺呢個時間嘅張曼玉已經破紀錄咁成為4奪金像影后嘅華語女星第一人。去到千禧年打後，張曼玉同王家衛再次合作，誕生咗一部將東方女性美學推向世界巔峰嘅作品《花樣年華》。喺《花樣年華》入邊 ，Maggie 再次飾演蘇麗珍。戲入邊佢換咗23套剪裁精緻嘅旗袍，行走喺60年代香港狹窄嘅步梯同埋街角。佢同由梁朝偉所做嘅周慕雲飾演一對發現各自配偶出軌，喺道德邊緣掙扎同埋克制嘅鄰居。Maggie 喺《花樣年華》入邊嘅演技係已經唔需要大聲哭喊或者係誇張嘅動作，佢每一次嘅低頭，每一次嘅微笑，眼神入邊嘅欲言又止，將東方女性嗰種壓抑克制、優雅同埋性感係發揮到極致。佢憑住呢一部作品，第4度捧走金馬獎影后，第5度奪得金像影后。而喺2004年，張曼玉迎嚟咗佢電影生涯嘅另一個高峰。佢主演由法國導演阿薩耶斯執導嘅《錯過又如何》。Maggie 喺戲入邊係飾演一個曾經係法國著名嘅電視主持人，面對丈夫過量吸毒而身亡，自己入獄，加上失去個仔嘅撫養權嘅絕望人生，佢努力咁戒毒，喺餐館度打工，試圖重拾尊嚴同埋親情。全片張曼玉係穿插住英語、法語同埋廣東話演繹，將一個邊緣女性嘅頹廢、掙扎以及重生係演繹得極具爆發力。喺2004年第57屆法國康城影展上邊，張曼玉憑住錯過又如何正式登頂康城影后。
佢亦都成為咗華語影壇至今為止第一位，亦都係唯一一位獲得康城影后殊榮嘅女演員。企喺國際電影界最高殿堂嘅呢一刻，張曼玉選擇咗一個驚人嘅決定，喺自己電影事業最巔峰嘅時間淡出大銀幕。淡出影壇之後嘅張曼玉並冇選擇一般影后咁養尊處優，佢選擇追求自己青少年時期未完成嘅夢想，就係做音樂玩搖滾。但係呢個選擇亦都帶俾咗佢人生中少有嘅重大打擊同埋質疑。2014年50歲嘅張曼玉以搖滾歌手嘅身份登上咗草莓音樂節嘅舞台唱 Sweet Child O' Mine。當時因為現場音準同埋聲沙嘅問題，網絡上邊鋪天蓋地全部都係對佢歌聲嘅嘲諷同埋批評，甚至有人形容佢係被上帝吻過嘅演技，但係被上帝糟質過嘅歌聲。對於半生都係被捧喺神壇上邊，事業未嘗敗績嘅 Maggie 嚟講，呢一次嘅批評無疑係一次重創。佢喺後來嘅訪問入邊坦言，音樂節之後嘅頭幾日啦，佢喊得好傷心。甚至係覺得自己面目全非，但係喺佢嘅骨子入邊係有一股強大嘅韌性同埋真誠。喺隨後嘅音樂節舞台上邊，佢對住台下幾萬嘅觀眾講咗一段極度令人感動嘅說話。我以前做過20幾部戲，都俾人話係花瓶，請大家俾多20次機會我唱歌一定可以得。我今年50歲。我依然係有夢想，呢一種不被影后框架所限制，勇敢去做自己，活出真我嘅態度，比起佢喺大銀幕上面嘅光環，係更加令人佩服。由1983年嗰個戴住兔仔牙嘅港姐亞軍，去到 TVB 嘅新紮師兄，由旺角卡門入邊開咗竅嘅阿娥，去到阮玲玉嘅柏林影后，由甜蜜蜜停屍間入邊嘅先笑後喊，去到花樣年華嘅旗袍蘇麗珍，再到康城影后同埋搖滾舞台上邊嘅張曼玉。 Maggie 用佢嘅半生演繹咗乜嘢叫做真正嘅演員，亦都用佢嘅後半生演繹咗乜嘢叫做真正嘅活出自我。今集嘅港產片《萬象傳》張曼玉專輯就講到呢一度，大家最中意嘅又係張曼玉邊一個角色啊？歡迎喺留言區度同我分享。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若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留言、訂閱、點讚。記住我叫外賣仔，我哋下集再見。